移动呢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推哦。下面。好简单。碰，你还没摸到它，你要确定你有摸到那个图案，你的手跟那个图案重叠在一起才可以。不要头撞到了。动作很快。也只有你们有这个力气这样蹲啊。没有，快！不是摸墙壁就好了，一定是要摸到那个东西哦。对。哦，这不适合你了，你稳定。是要拿一根那个敲抱枕的那根来。